肌肉同頭髮只能二選一，30秒話你知健身嘅脫髮真相。好多人以為做 gym 甩頭髮係因為高同太高，但其實真正嘅係你缺少咗以下呢3樣嘢。你每個禮拜喺度狂舉鐵練腳，汗水裏邊流走嘅唔止係得水，更加係無浪嘅輸血包鐵質。長時期高強度嘅訓練，鐵質流失嘅速度比普通人快3倍，啲血結到幫唔到張頭皮，無浪喺頭殼頂度監生餓死。健身之後睾酮係會升高，新元素咧就好似交通指揮咁，指揮佢去生肌肉，而唔係攻擊你嘅無浪。問題係你食得太清啦，新嘅攝入量唔夠一半，失衡嘅睾酮就會變成 DHT， 你嘅發際線就係第一個淪陷嘅戰場。尤其是係 B7、B12， 佢哋係無浪細胞嘅超級燃料，但係 B 族維生素係水溶性嘅，身體冇辦法儲存。健身嘅人代謝快，消耗巨大，好容易就唔夠㗎啦。冇咗燃料，無浪就會直接罷工休眠，頭髮嘅生長週期就會亂晒㗎啦。可以食紅肉、動物肝臟同埋菠菜，可以食生蠔、牛肉、南瓜子，可以食全穀物、雞蛋、瘦肉，或者可以考慮優質嘅supplement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點解而家啲明星都可以返老還童。